第一天，全心全意地回歸神。約珥書3章12至13節，萬國都當奮起，上到約沙法谷去，因為我必坐在那裏，審判四圍的列國。你們要伸出鐮刀，因為莊稼已經熟了。來踐踏吧，因為壓酒池滿了，酒池盈溢，因為他們的罪惡極大。主啊，我哋而家全心歸向你，唔係撕裂外在嘅衣裳，而係撕裂悔改嘅心。我哋謙卑俯伏喺你嘅面前，承認自己偏離同迷失，求你按住豐盛嘅慈愛同憐憫赦免同更新我哋，使我哋再次活喺你榮耀嘅同在當中。阿門。